演员郑仁硕在去年9月和老婆离婚，当时也被爆出离婚原因和前黑社会美眉小薰有关，两人一起出演电影《邯郸熟识》，日前还被拍到同车出游，关系相当暧昧。郑仁硕昨天26日宣告有向小薰告白，而且已经追求她1个月。虽然对方回复顺其自然，但他认为还有机会，若有好消息会跟大家报告。郑仁硕在去年离婚，外传在离婚前就和小薰互动暧昧，近日还被拍到两人幽会出游。而据中时报道，郑仁硕表示：“我真的有跟他告白，虽然对方回复说顺其自然，他觉得这代表还有机会，不然他怎么会一直给我约？”他也坦诚，从拍片到被传交往间，就慢慢发现她是好女孩，现在偶尔会约对方吃饭、看电影，甚至准备小礼物。如果真的追到了，一定会对外宣布。两人关系暧昧，连在宣传电影受访时也并肩而坐。小薰还松口表示，有感受到他的温暖，跟邯郸一样。他也透露自己过年很爱吃瓜子，一天就能嗑完1包，并跟郑仁硕开玩笑地说：“快帮我买断全台湾的瓜子。”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。